再来看台北市大地的受灾户，市政府是答应讲，附近受到影响的民众安置的期限对22延到25。也毋过有住户就烦恼讲，25大楼就要开始拆咯，噪音佮风飞散会真严重哦。爱因即马就搬转去住，根本就是二次伤害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，会要求基泰建设伫咧拆除的过程中哦，甲影响减到上少。 要现在让我们回去，25户又要拆，你们来住看看好不好？我们的心情你们不知道吗？不了解吗？住户大声控诉，讲出因的愤慨。大地真家厝裂去，地区附近的大楼嘛受到牵连，因厝内壁甲涂骹拢出现壁损，互人感觉真惊吓。原地其他大地受灾户安置的期限到22，不过居民烦恼讲，返去厝里无安全，市府宣布延长到25。 你们的心态是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认为新闻热度过了，没有人关心我们了，就把这件事情慢慢淡化了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了吗？蒋万安市长拍胸脯保证说，他在乎的是市民的眼泪。那我想问蒋万安市长，我们受灾户的眼泪，你看到了吗？ 附近的住户真不满讲，住户若是登去原地的所在大了后，发现有需要修理的所在，要该主动甲基泰建设联络，这个市府会提责任。也若落去的大楼伫咧拆的期间，产生真大的噪音甲营业的干扰，对登去大的住户来讲，等于是受到第二阶的伤害。 进行拆除的时候，这些邻居们，我们的房屋真的可以承受这样子的各种震动、噪音，或是这样子的灰尘吗？要戴安全帽睡觉吗？原本做到今天，我们会延长到25号，因为25号我们届时就会将目前这栋危险建物拆除。我们会要求基泰将在拆除的过程当中，对于周遭住户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。针对大地真家厝裂去的案件，基泰建设甲台北市府邓行坎挂保证。 讲9月22进前会修理完成，若无完成会负担受灾户理管的费用。不过对外所发声明讲，市府若认为有必要互住户继续住伫个里舍，同意拨全户1亿的款项来支付，等于是甲责任撒互台北市。都发局批评基泰根本是双面刀鬼，要求爱重视铁离区住户的诉求，爱甲责任担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